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大家搁转来上帝的殿，咱做伙来敬拜上帝。今日实在是啥真好，你知道？天气实在是真好啦吼，咱讲真正好吼，这个天气有够好，然后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有人无得到阻挡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有会外的会友来咱遮礼拜吼，伊其实有足，因有无共款的感觉，可能咱定定地，就讲咱少年人济。这咱教会嘛是真正好。伊看到主就好，人囡仔较济，嘛是惊一个，这嘛是真正好。伊咧讲第7，看到一个少年人伫遐底听耳机讲台语。那么入来礼拜讲，徛去咧台仔顶咧做书会，伊讲哎哟，恁这书会练台语练甲遮辛苦，这嘛真正好。所以感谢上帝，互咱真侪祝福。咱今日有这个正台重青团契来参加咱的献诗，咱请正台重青团契的张心竹团导来为咱开始礼拜祈祷。三甲来祈祷，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最后所过活的主日主日，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罗你。上时嘛，求你的圣神来充满阮，互阮每一个人伫礼拜中间的服侍，拢会当荣光你的圣名。也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你的话内面得到养生，得到快乐。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来练诗吼，那今仔真欢喜吼，伫主日的透早，咱通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咱第一首诗要练的是圣诗第19首，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这首诗咱真熟吼，嘛常常听到，尤其是国外足侪合唱团吼，常常咧唱这首诗。咱先唱第1节甲第2节。作曲甲作词的拢是英国人吼，咱先来介绍作曲的吼，叫做 David Evans， 伊是英国威尔斯这个所在真出名的音乐家，伊是牛津大学吼，伊这个音乐的学士甲博士的学位吼，伊嘛伫这个威尔斯的所在做音乐的老师真久吼，伊对这个诗人甲音乐的这个工作真热心啦吼，所以伊有组织一个这个大会议，推展这足侪诗人甲音乐的事工吼，所以嘛做足侪合唱曲，嘛有足侪俄罗赞美的诗歌。咱的神圣诗内面有7首伊的作品，所以嘛互世界各地的长老教会所使用。咱搁来看这个作词的吼，是这个诗人 Pierpont 吼，伊嘛是伫英国这个
温泉的圣地，温泉的所在叫做巴斯吼，伊伫遐出世啊，遐自然的环境嘛足水吼，所以这条歌是伊伫29岁时阵所写的啊。我查到的这资料是讲，伊真爱欣赏伊生活周围的这天然的美景。伫春天的时，烟火盛开的时阵，伊去爬山，伫路顶中午吼，伊坐落来休息的时阵，看到面前的这景致，感动伊来做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咧上赞按上主的创造，包括自然界的美景吼，甲人类的享受。所以咱等下第3到第5节有这人类有自然有亲情有朋友的感情，甲上主所赐予咱一切的恩惠。咱搁来唱第3、第4、第5节。为着你梦的福气，为着星星的欢喜，使阮无关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水边上的阮这上，阿拉请予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伫姊妹爸母亲，天天地就好朋友，关心看顾够温柔，你悲伤的阮这上，阿拉请予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赐阮人类，信心稳定甲真情，提出生活甲应许，你白伤的阮这上，阿拉请予你尊名。咱接续练第2首第617首，上帝啊，伫你园内。咱先做伙来唱第1节甲第2节。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有变较美，清水清芳，世间虽有无数芳味，我心都动，因无你伴。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清早起来，听你声音，我无搁只看秘密，为你落水，你讲救命。我先来介绍作曲甲作词吼。作曲是柯明德一个老师吼，伊出世伫屏东的东港，伊的老爸是喜民吼，啊毋过有斜杠吼，伊嘛最爱唱这南管的戏曲吼，南管的戏曲。啊，伊的厝住伫这公庙的边仔，所以常常有这布袋戏啊、歌戏啊，搁地方的这传统的这戏曲咧表演，所以对伊
产生遮足深的兴趣，对音乐的兴趣，所以伊的国小的老师就看伊真有天分吼，就免费教伊来弹琴，开展伊学习音乐这条路。伊嘛了后伫国小、伫国中拢有做音乐的老师。咱的伊嘛做足侪遮的曲吼，咱的相戏内面都有2首伊的作品，伊常常甲台湾地方的遮的特色放入伊的音乐内面，所以常常伊的作品，互听的人拢会当感受到台湾各地方的遮的风景。咱去看遮的作词的吼，即个王真文老师、牧师吼，王定文牧师，伊出生伫淡水，嘛伫台南新学院，捌教过册吼。伊教的是教会历史，伊是长老教会背景成长，所以自细汉伊就对教会甲社会的遮情绪足侪关怀，所以伊写侪小说吼。拢有甲遮教会甲社会的遮情绪，拢会当表现伫伊的作品内底。所以咱会当礼吟的时阵，做伙来思想，愿上主的话丰富伫咱的心灵，洁净咱心思的意念，互咱通真做伊园内的一丛的好树。希望咱真做上主手中的好种子，就伫好土为主来结果子。咱做伙过来吟第1节到第3节。兄弟啊，兄弟，替你等待无边高贵，青春轻旁，谁敢谁无莫作旁边，我心多动，一莫一旁。兄弟啊，兄弟，替你等待，清早起来，听你声音，我莫搁家看你面，为定落水，一根前面。兄弟啊，兄弟，替你等待，予我吃醉，一场好处，因阮你我最给你，变出你，所以爱归去。咱练习到这，咱准备心来礼拜。
有一项事，我对耶和华求，我犹原旨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这是咱做伙来学老。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学老称呼你尊名。圣诗19首，正起立，因全首。真济，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顶1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兵。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圣诗后面启应文57篇，就是约翰福音15章。启应文57篇，咱做伙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
连伫我阁无过果子的基，有过果子的基，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基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机，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真好的天气，通聚集伫遮来敬拜阿罗你。你是充满恩典之外信实的上帝，感谢你一直赏赐教业恩典伫阮的生命中，互阮虽然拄着大样的挑战，犹原经历你同在的平安。求主提醒阮，常常检讨阮的心，软弱黑暗的所在，求你光照，求你帮助阮心存谦卑，为家己所犯的罪来到主面前，主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带领阮找求你的话语。赏赐圣性帮助阮所做的，拢合主的旨意。自受难国外的日子要到啊，阮要为着教会举行联合圣餐礼拜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祈祷，嘛，互阮做伙伫即个时间思想主为阮定十字架的意义，用主的保护洗净阮的心，嘛祝福国外一个好用时间，互巴沙地区的人做伙来分享主国外的喜乐。所来教会有济时间，嘛求主引带带领，有玛纳团契要举办的二手义卖活动，暑假的儿童夏令营好应对，求主赐智慧能力，保守同工伫规划、筹备、执行，拢合主的旨意。阮嘛为着身体欠安、心性软弱的兄弟祈祷，恳求主保守、医治、信心安慰扶持，嘛加添力量，互因的家人。主啊，帮助阮用谦卑的心甲你相拄，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约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当迄时有几若人伫地将加利利人的事甲耶稣讲。就是彼拉多将因的血掺伫因的身体。耶稣应讲，因为遮的加利利人受即号的害，恁拍算因比种加利利人较有罪吗？
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啊是迄18人，互西罗亚的塔倒落来缀死的。恁拍算因被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人犯罪较重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照安尼灭无。第60，伊就说一个譬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就来找迄丛果子，找无。才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甲伊撮起来。啥事互伊也定所在？伊应讲：主啊，今年请各容允伊，听候我4位骨松应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甲伊撮起来。以上，献诗，请玛纳团契甲正台中青来献诗。要用的诗歌是《耶和华祝福满满》。请饭堂礼和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干旱甲无结果子。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2礼拜无见，大家好久不见。好，伫讲道开始以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感谢你，互我会当自己伫遮会当来领受对你来的信息，嘛求你圣神的光来光照阮每一个人，互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对你遐来得到启示，得到教导。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吼！感谢教会，互我2礼拜的年假，安尼互我会当完成对传道牛即个蜜月旅行的约定啦吼。啊嘛会当救我脱离即个互人念一世人的危险。啊，即摆去到迄个澳洲吼，小可甲大家介绍，去3个所在。阮就是先去雪梨，然后搁去即个凯恩斯，就是大堡礁的所在。去几工了后，搁转来雪梨，啊，然后休困一下，还搁坐飞机去到墨尔本。所以即摆去到3个所在。啊，去到凯恩斯的时阵吼，大家敢有看过一个即种动物？这是啥？鸭嘴兽对毋对？迄是澳洲才有的鸭嘴兽啦吼。啊，迄当时阮太太足想要看到即个鸭嘴兽的，所以去凯恩斯的时阵，阮就报名一个行程，就是去找野生的即个鸭嘴兽。啊，毋过看有够久的吼，伫即个溪，看起来足垃圾的溪内底，伫遐找足久的，找无鸭嘴兽，所以就带着真失望的即个心情转去。啊，煞伫咧罗林撞着一个人，伊甲阮讲，墨尔本遐有一个国家公园，遐嘛有鸭嘴兽出没。所以当阮去到墨尔本的时阵，阮就好安尼就塞车去迄个野生的迄个动物国家公园，想讲来找看鸭嘴兽吼。啊，就查资料查，爬山爬半点外钟，大粒竿细粒竿。啊吼，迄鸭嘴兽，你敢知影鸭嘴兽吼？你咧看伊时阵，因为伊耳朵很灵敏，所以你袂当发出声音。啊，毋过我喘到要死去，所以我讲，安尼，豆豆喘安尼吼。啊，就伫即个湖的边仔吼，开始找，看有鸭嘴兽无。啊，哪找，就拢找无啊。啊，日头拢要落山，我就祈祷，我讲主啊，拜托的啦，吼，恁囝咧，我呢？对不对？蜜月旅行呢？啊，甲你讨看一只鸭嘴兽，敢有遮困难？对不对？走2位啊！我想讲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分一只鸭嘴兽来看，敢有遮困难？吼，所以我就甲祈祷啊。结果这时阵出现啊，2只鸭游过。我知影上帝的意思啊。好，所以阮后来阮甲阮太太，甲阮哥哥因，阮就是讲。好啊，算啦，就天要暗嘛，搁要爬半点钟的山，转去危险嘛吼，就无回头要走啊。这时阵出来一个外国人，就是即个外国人，吼，伊是爱尔兰人，伊就甲我讲，啊，恁是毋是要来看鸭嘴兽？啊，伊讲嘿，阮就讲嘿，伊讲伊透早伫一个所在看到6只的鸭嘴兽，我说我走2位连一只拢无看到，你去遐看到6只，当然爱对伊去嘛，对毋对？啊，结果爬半点钟啦！哦，我哪爬哪后悔安尼？吼，啊去到遐了，伫咧爬山痛苦的过程、流汗的过程中间，我常常有一个感动呢。我想着讲，每一个生命真正拢是上帝会看顾甲保守，而且嘛是上帝拢看重伊的主权呢。上帝并无因为我想要看一只鸭嘴兽，所以就叫因收过来互我看。伊是呼召一个人。带我去到因的出没的即个所在去找因呢，所以我真正看到讲圣经内底所记载讲，伊看中遮的七鸟，看中遮的伊所创造的物件万米，其实伊嘛看中鸭嘴兽的主权呢。所以伫即个中间，我的感动是，伊互每一个受伊创造的物，拢有属于家己生命的主权。嘛，因为安尼，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才会发展出无共款的款式。嘛，因为安尼，嘛会拄着无共款的遭遇。甚至咱嘛会当来讲，因为安尼，咱的生命嘛可能有无共款的时间。所以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嘛，搁一摆来回应我最近伫咧心中的这个疑问，就是为虾米人的生命会雄就来失去？无论是因为灾害也好，也是讲别人的歹来致到死亡的人，
因的性命佫是怎样来失去的？因为其实伫即段时间，我一直咧思考即个代志，是因为咱的敬听的礼堂者常常倒落去，也是讲咱的信美姐离开咱。其实对拄仔开始咧牧会的我来讲，迄种心内的艰苦是，我感觉是足真实的。对伫一个我拄仔去探访的人，才讲话开讲的人，常常伊就倒落去，常常伊就失去声音，失去气力。这是互我伫即个过程中间感觉足想要找找到一个答案的，也是讲伫咧祈祷中间求上帝的圣心来安慰的一个祈祷。嘛，伫即个祈祷的中间，上帝伊来回应我的即个祈祷。伊甲我回应讲，每一个肉体的生命拢有伊的时间，总是对伫上帝出的即种的陪伴，对伫上帝的疼是永远无改变的，是无因为死亡、无因为所在来有产生任何的改变的。所以其实上帝嘛透过无论是遮个代志也好，也是透过咧敲找即个野罪所的过程也好，伊搁一摆来提醒咱，提醒我家己。每一个生命，伊拢有伊的主权，有伊的选择，嘛因为安尼，这个选择嘛会影响到咱的生命的时间，佮有咱的生命所要结出来的果子。若是安尼，伫咱现在的生命中间，咱要活出啥物款的生命？咱要做啥物款的决定？咱想要结出啥物款的果子？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经文的时阵，我之前有讲过，伫耶稣的迄个时代，彼得多伊甲犹太人的关系是足紧张的，因为彼得多有捌将罗马的遮个旗仔囥入去即个圣殿内底，递到遮，互侪犹太人有反抗的即个情绪。伫今仔日即个提到讲加利利的事件内底，有的人认为讲，这是彼得多伊透过讲因是私下的组织，也是讲计划因要反叛政府的一个即个理由，对迄个时组织伫迄个圣殿外口的遮犹太人吼，因遮限制犹太人进行的一个暴力的镇压的过程，嘛因为安尼即个过程致到足侪人来死亡。所以伫耶稣因咧前往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路程的时阵，有人就来问起耶稣即件代志。其实咱并无清楚知影讲，即个人因问即个问题，只是单纯想要求智慧尔，也是讲伊是要挑故意来问有关彼得多的代志，致到要来陷害耶稣。其实咱无确定，但总是耶稣嘛伫即个中间，伊透过伊的智慧来回应遮个答案。因为迄个当时，若是耶稣伊若回应反对彼得多的言论的时阵，当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可能就会有危险嘛。总是伊若无回应即件代志，遮个人嘛会当来讲耶稣是啥物反背因的族群的一个人，致到会当互遮个人来对耶稣来提出攻击。所以耶稣伊透过伊的智慧，伊将即个问题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对伫一个政治性的即个冲突来提升到一个生命真实的问题，就是对伫一个悔改的即个问题。所以伊来问遮个人讲，若是照恁安尼讲的话，有侪个人就会受到惩罚，甚至失去性命。若是安尼，为虾米恁阁会当活咧？敢讲恁拢无罪吗？恁每一个人敢毋拢是需要悔改的人吗？伊颠倒是安尼来问遮个人，所以提问的人提出即两个事件，其实伊是要来问耶稣，就是早前伫加利利所发生，因为彼得多所发生的即个灾害也好，也是讲伫咧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即个意外也好，因想要知影的是为虾米天灾甲人祸会发生伫遮个人的身上，是因为遮个人有罪吗？也是讲是因为上帝要来消灭遮个人吗？是因为因该死吗？遮个人透过遮个问题，想要来显出家己现在无遭受到遮个意外，是因为因有好的生命的款式，也是讲因有好的德行。
总是耶稣的回答，甲因讲啥物？拢毋是。这短短的一句话，耶稣伊要表明的是，人所遭有着这个悲剧，并毋是一定出自上帝的惩罚，而且无人会当来分辨清楚，甚至讲悲剧毋那只是会发生伫咧恶人的身上，也会发生伫咧好人的身上。对古早到现在，无论对伫约伯记也好，一直到现在，大家拢咧找找一个答案，就是讲到底苦难甲意外的源头原因到底是啥物？甚至足侪人足普遍到现在，咱的社会文化拢是安尼，咱拢将善就是善连接伫即个健康啊、好野啊、幸福啊，一帆风顺的即个生命内底，连接伫即个善的顶面。然后咱拢将无好的结局连接伫即个恶的顶面，比如讲破病也好、灾祸也好、苦难、丧凶，因拢将即个连接伫即个恶的即个结局内底。所以咱会当来想的是，若是做安尼的即个连接的时阵，咱就有可能对上帝的计划，也是讲上帝的心意产生错误的理解。那是咱直接做这个对于善恶有做一个那么直观的一个连结的话，咱可能会对伫上帝的心意、甲上帝的计划产生一个误解。其实有时阵，咱所经历的苦难，只不过是因为咱的行为所致到咱要承受的效果，并唔一定是上帝的惩罚。比如讲，我若继续搁食麦当劳落去，我若继续无去健身房，可能三高、高血压，迄就是我应该要承受的一个效果。吼，所以这就是有时阵咱的行为所致到的效果，无一定是上帝的惩罚，有可能只是因为咱无有一个好的节制的即个生活行为。所以咱的上帝并无愿意用惊吓伊来控制咱。伊袂讲哦，你若做这，我就要惩罚你咯。我若要安尼，就要安怎哦？伊望的是咱清楚知影，伊是咱的上帝。伊是啥物款的上帝？伊是疼咱的上帝。所以伊希望咱是因为清楚知影伊甲咱的关系，产生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兄弟姊妹，敬畏上帝甲惊上帝敢有共款？是无共款的哦。所以咱会当来了解的，就是无论是灾祸，也是讲意外，拢有可能发生伫咱的身上，也有可能发生伫咱所疼所爱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伊将伊的回应重点放伫咧悔改的教导顶面。耶稣伊回答因讲：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耶稣强调两解：恁若是无反悔，恁也要亲像因遮的人的性命共款来灭无。我想耶稣的意思，伊是要讲：恁若无及时会来为着家己的性命来悔改，可能甚至恁的行为无有转变改变。当死亡临到恁的时阵，恁想要悔改拢袂赴啊！连你永远的性命拢可能因为安尼来失去。所以伊嘛咧提醒咱，就是当咱有时间，当咱有机会来悔改的时阵，咱就及时爱来悔改。而且咱的悔改是带着行动行为的改变的即款的悔改。所以耶稣伊用无花果的即个树来比喻上帝的仁慈甲恩典。伊讲，伊说明的是上帝伊满有怜悯的心。迄时的无花果树，因是用即种扦插繁殖的即个方式，所以通常需要2冬的时间，才会当豆豆仔来结出果子。总是经文内底，即个主人已经等几冬啊？3冬啊，所以已经有互伊1冬的时间啊，对毋对？总是拢无收成。即个管园的即个拜托主人讲拜托的啦。也无搁互伊1冬的时间，我搁来想办法吼，来看伊有法度搁较长大结出果子无？这真正互咱看到讲，伫咧上帝怜悯的恩典顶面，搁加上咱袂堪得到的即个恩典，就是恩典搁加上恩典。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应该爱伫即个世代的咱应该爱警醒。咱来想看卖哦，若是现在上帝的审判就降临到即个世界，也是讲伫台湾即个地区就好啊。
咱爱来算看觅有偌济人会失去永远我的即个性命。若是用台湾来算的话，总人数即马差不多是23384614人吼。扣掉2002年，因为我摕到的资料上接近的是2022年吼，有统计中全台湾的基督教的人数差不多是445727人，也就是讲22938887人，就是扣掉了后，就是即款的人。意思就是讲，若是现在上帝就要来审判咱的时阵，就是有22938887人会失去永远我的性命，安尼有恐怖无？无怪迄个管远的即个人会祈求上帝，搁互伊较济的时间。其实咱嘛爱来求上帝呢，互咱更加较济的时间来去拍拼传福音，来做一个结出好果子的即个树。所以伫即中间，咱真正爱来思考的是，警醒家己的性命是，咱的性命敢有来结出即个悔改的果子，甚至是讲咱的性命敢有来为上帝结出即个传福音的果子，而且咱的教会敢有成做一个结出好的果子、侪果子的一个教会。伫咧路加福音13章内底，伊所讲的主题就是悔改。对伫路加福音的即个作者来讲，伊认为即个福音就是提供咱对罪有悔改的一个认捌，对伫上帝体验着饶赦赦免的恩典。也因为安尼，路加即个作者，伊希望读者路加福音的人会当来了解上帝才是独一公义的审判的上帝。但是上帝嘛满有恩典，赏赐咱侪的机会甲时间。所以伫路加的批信中间，上帝伊有全然的恩典，伊嘛有全然的公义。因为安尼，人受到上帝的接纳。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的公义，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十字架，互咱每一人得到上帝的接纳，互咱的性命得到完全。这是一个真奥秘的代志，因为通常咱会想讲，就是0.5加0.5才会变成1。总是即个公义甲恩典，因拢是1，要加做伙，才是显现上帝伊的即个全然拯救人类的即个计划。所以耶稣透过这段的教导，是要互咱遮的人知影，意外灾祸，拢无一定是因为出伫上帝的审判甲惩罚。就亲像约伯记遐的朋友对伫上帝的公义所做出来的遮个错误的解说，可能毋若是将家己对一个背叛者变做是一个加害者，甚至因为呢，可能因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也亲像约翰福音第9章20遐，门徒问耶稣讲：迄个人为虾米生落来就看无啊？是因为伊得失着上帝吗？也是讲伊的父母犯虾米罪？当咱将苦难甲罪连结做一伙的时阵，咱的性命就会充满惊吓甲无平安，甚至是对伫上帝的疼，可能咱会因为安尼感觉到失望，而且这就是撒旦魔鬼所期待的。所以另外一方面，耶稣因送香的人、破病的人、无看到的人，因来宣告上帝的恩典、恩惠、救恩，要临到因的性命。这就是为着要直接打破人的眼光，将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健康状况，直接反映这个人的灵性的生命的一个状态的讲法，就是讲上帝透过耶稣所显明的这款普世的恩典的，就是为着要打破人将遮的眼光，只是连接伫讲，这个人若是这个人一帆风顺啊，幸福美满，代表伊是一个灵性好的人；若是这个人破病，代表伊是一个甲上帝无好的关系的人，伊是灵性无好的人。耶稣伊要亲身来打破这个想法。所以进前，我嘛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进前我有经历到一寡较灵恩的这个运动。伫我的较早的教会的时阵，有一位有医治的能力的这个牧师吼，要来到遮举办一个特别的聚会。迄当时，伊就有呼召一个，伊就有邀请一个
我较早的教会一个阿伯，伊一世人几啊10冬拢坐伫迄个轮椅顶面，伊邀请伊来做一个异地的祈祷，所以众人拢足期待的，所以就一直足认真的替伊祈祷，然后有人去甲迄个阿伯扶到台前，要来接受即个异地的祈祷。伫我迄个过程中间，侪人就开始祈祷求上帝来医治伊嘛，求上帝来帮助。边仔的人话讲：你还有信心，你还有信心，上帝就会医治你。你还有信心。结果无论安怎祈祷，即个阿伯伊其实拢无得到医治。伫即个过程，我嘛咧想讲，即个阿伯是伊无受到医治，是因为伊的信心无够野吗？是因为伊有罪吗？是因为上帝弃杀伊吗？我想，当即位阿伯伊有愿意伫众人的面前离开迄个伊坐一世人的轮椅，来到台前接受祈祷的时，伊已经向众人展现伊极大的信心啊！其实我才发现讲，大家拢将即个焦点放伫即个阿伯，敢会得到医治，总是大家无看到讲，伫即个过程中间，全教会伫即个中间为着伊做伙祈祷的迄个动作。即个过程，才是上帝要互咱来体验的。这是一个真实，众人伫灵内底、伫听内底，彼此扶持、彼此相听、彼此带导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看的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因为即个迄当时的阮的教会的人，因为即个阿伯，咱同心做伙、同心合意，做伙咧陪伴即个阿伯经历伊生命的苦难。我想这还是真正疼的展现，就是一个彼此相听、彼此陪伴、彼此祈祷的疼。有时阵可能咱毋知影即个计划是啥物，上帝为啥物无要来医治伊？总是伫即中间，上帝赏赐咱真实的疼、真实的陪伴。当咱拢组织伫遮，为着即个人真实来发出咱心中真实的祈祷的时阵，真实的呼求的时阵。伫即个属灵的即个关系内底，咱着亲密，成做属灵的一家人。嘛，伫即中间，耶稣基督的疼，着展现伫咱的即个群体内底。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敢是迄丛干旱阁无结果子的树？伫咧路加，伊伫第3章嘛好，伫今仔日13章嘛好，伊拢有讲到讲，若无结果子的树，就要互人扑掉，然后放火甲烧掉。而且第3章阁直接讲，若是咱的行为，讲咱爱用咱的行为来证明咱已经有悔改。所以，照咱的教导来看，悔改就会带来结出好的果子嘛。悔改的行为会当带来咱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展现。这款的生命受到上帝称作义的生命。所以，亲像诗篇第1篇，义人的生命就亲像一丛树栽种伫溪水边。照时要结果子，当咱的生命栽种伫上帝圣神的江河的边仔的时阵，咱的生命就永远袂孤单。所以，当咱面对着破病也好，也是苦难也好，咱无搁会只是问为虾米尔。我知影，大家伫咧苦难中间，一定会问讲为虾米？天公伯啊，为虾米是我？一定会问，总是问面对着即件代志的时阵，咱无搁只是问为虾米。咱阁会来更加来进一步来问的是：上帝，你爱我做啥物？伫即个苦难的溪水边的时阵，你爱我结出啥物款的果子？当咱伫咧溪水边经历着上帝真实的养赐的时阵，咱无阁需要来敲找苦难的原因，而是咱会当来求问，伫即个苦难中间，伊要透过咱的生命来结出啥物款的果子。所以伫咧大斋节期的第3主日。当咱透过默想、透过祈祷来甲主耶稣同齐行耶路撒冷的道路的过程，咱嘛爱来批判家己的生命，互咱的行为甲咱的悔改爱相合，批判家己甲耶稣做伙来经历着即个受人侮辱、苦难、伤害的道路。当咱搁做伙行即条军队的道路的过程的时，
若是咱的手还袂酸，若是咱的骹阁有溃烂，愿上帝会疼嘛来激励咱每一个人，伫即个困苦艰难中间，甲遮的人彼此同行。愿咱会当伫上深的黑暗中间，彼此来陪伴，做伙来迎接一个拍破光的来临。最后，咱做伙，我想要邀请大家做伙用诗篇第23篇来做咱今仔日的即个讲道的结束、甲祈祷、甲安慰。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锤、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愿上帝透过今仔日的即个经文甲信息，互咱有重新的眼光来看待咱所遭遇到的遮意外，也是讲苦难。也愿圣神伫即个苦难病痛的中间，赏赐安慰、甲医治，佮有溃烂。愿咱的性命就亲像栽种伫圣神的江河边，互咱成做为主结好果子的果子树。嘛愿耶稣基督的疼来激励咱。互咱会当伫困苦艰难、苦难中间来彼此陪伴、彼此相听。请咱来用回应的诗，神圣诗617首。上帝啊，伫你园内。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有百合花，青出青芳。世间虽有无数芳味，我心独独，幸福你芳。请起立用全首，圣诗617首。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有百合花，青出青芳。世间虽有无数芳味，我心独独，因我芳。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清早起来，听你声音，无限无故也甲你花顶露水，你长笑面。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予我真多一丛好树，天光日日我水溪边，结出你所爱的果子。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伫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经句两遍。请，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诗篇63篇第1节。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诗篇63篇第1节。后礼拜圣工分担，敬请省略。领唱何泽文、苏磊、黄文宏、苏琴、徐伯龙，献诗松富团契、苏宪、潘秀丽、张景元，交台潘秀丽、黄慧谦，音控陈佑珍、周宏邦，钢构李和团队。后礼拜早间基督会题目是真正的宝珠，经文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9节，主理是可传承长老，书会张景伦之书。后礼拜第2礼拜，题目是我们的指甲，经文约书亚记第5章第9节到12节，圣诗是580首、308首、397首。主理是李浩传道。后礼拜消息报告，本主理科牧师前往万丰教会主持圣礼典。第2，教育团契组3月23号，今仔日12点半伫1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请组员劳保参加。第3，2025年受难日连下礼拜定伫4月18号暗时8点，伫本会2楼要举行受难日连下圣餐礼拜，是东山区教会的连下礼拜。第4项，玛纳团契的二手义卖活动延期，延到4月6号。上午10点到下晡2点，地点是伫教会中庭，还有旧堂地下室。捐赠物资的时间，请大家来看。详细的情形到会当参考第9面。第5，社青小组要开4名成长的读书分享课程。邀请杨敦浩传道来讲课，阅读的书籍是《为工作立界限》。第1届上课暂定伫4月27号。伫第1届课程会讨论后续的上课的时间。每届课程是定伫礼拜日下晡1点半，预计有10堂课。伫1楼的会议室来上课，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拢会当报名参加。报名到4月6号。开课人数目前是限制10个。有意愿的会当问张一如技术。1楼柜台嘛有报名表，会当填写。第6，四行米姊妹伫3月12号蒙主运调，一定伫3月29号举行日念火化礼拜，伫3月30号2点半伫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愿上帝亲自安慰家属。嘛，继续为着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来代祷，求主来医治。好，
请警员介绍。大家平安啊！今仔日真特别是有正大中青团契的学生甲辅导来到咱做伙礼拜委员献诗，请正大学生甲辅导请起立。即马因是有伫阮教会礼拜三的暗暝，伫阮教会聚会平常怎么讲？平常时嘛是有伫阮教会做礼拜，毋过拢是伫华裔礼拜较济。今仔日就真会使有即个机会，大家会使甲因等一个平安甲平安礼，是使一个嘿好，感谢大家。真欢迎。只是咱互相来请安。徛咧来用上用成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愿，用诗线请着一路长老来祝祷。我中国将领。
祝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请坐密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